喺香港揸車個零鐘可以到達嘅別墅區，溫泉入戶嘅大裝修，餐客廳一體化嘅，咁天然溫泉呢個就係我哋一個花園嚟嘅，佢空間都幾闊落，有啲單邊位嘅花園咧會更加大啲，環境真係好 OK 嘅。睇到我哋別墅嘅外觀都比較時尚大氣啦，落地大玻璃，呢邊都係屬於自己嘅餐客廳，呢邊有車位，裏面咧有一間客房嘅，亦可以做長者房。呢個係餐客廳嘅位置，呢邊係廚房。呢個位置都方便嘅，揸車個零鐘，小區自帶巴士直接翻到荃灣太子呢啲地方嘅。呢個有公廁。咁平時如果話釣魚咧、出海啊，呢邊真係好方便，直接可以坐遊艇出海釣魚嘅，可以自己買翻遊艇都 OK。呢個係一個透間嘅設計，可以做主人房，亦可以做客房、長者房都可以。三面採光，落地大玻璃 ，L 類型嘅陽台。呢邊仲有洗手間嘅，呢邊呢都係採光係 OK 嘅，比較闊落。咁我哋3樓亦可以做主人房，即係睇翻自己個需求嚟嘅。大裝修好平嘅啫。呢邊呢就係主人房啦，出邊有大露台，你可以放個大浴缸，浸溫泉，係非常之寫意嘅人生。有興趣嘅朋友安排睇樓喎。